每一天，无事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19。罗马书6章50安尼讲：既然咱甲基督成做一体，来经验伊的死，咱一定嘛会甲伊结合来过活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甲基督做伙死，也甲基督来过活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荣耀的天父，愿敬拜你，称颂你至圣的名。主啊，你是迄位满有慈爱甲怜悯的主，你找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为阮来死，搁为阮来过活，互阮无搁做罪的奴隶。反倒当通进入伫你的恩典中，来得到新的活命甲愿望。主啊，你的救恩何等奇妙！你毋但赦免阮的罪，搁互阮通伫基督内面重新开始，互死的形状变成国活的样式。主啊，求你互阮每一天拢经历甲你结连的生命。因为既然阮甲基督成做一体，来经验死，一定嘛会甲基督结合来过活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